无声，有啦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早早平安。平安。求上帝，互咱来到教会清早的时阵，伫遮咱会当享受上帝所赏赐互咱的一切，嘛伫遮感谢上帝伊一礼拜来的照顾。请咱只是咱用安静的心来唱咱的诗歌，刷落来，咱来唱今仔日第一首的歌。我的心亲像鹿，银幕溪水。我的心渐渐淹没你，亲像鹿银幕溪水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的梦来敬拜你。你是我的归他的梦，我心念我都会好你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的梦来敬拜你。我的心渐渐淹没你，亲像鹿银幕溪水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的梦来敬拜你。你是我的归他的梦，我心念都会向你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的梦来敬拜你。兄弟，你是毋是有较无上帝的心？有时咱会袂记哩，袂记哩仰望要上爱我靠上帝的时阵，爱记哩，咱爱随时来祈祷，向主来求讨，将咱的心向上帝，就亲像这首歌的歌词所讲的，就亲像鹿啊溪水的时，看到溪水的时，伊遐尼啊羡慕要啉水，咱就爱亲像安尼，有迄种渴慕追求上帝的心。咱这时搁来吟一摆，亲像鹿羡慕溪水。我的心渐渐淹没你，亲像鹿银幕溪水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的梦来敬拜你。你是我的归他的梦，我心念都会向你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的梦来敬拜你。我的心切切羡慕你。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亲像鹿银幕溪水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的梦来敬拜你。你是我
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，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咱的爱对倒位来？上帝，阿免。所以咱人爱有爱，咱的社会才会和谐，才会温暖，才会平安。所以咱爱常常活出爱，让这个世界更平安、更快乐。大家要互相勉励、祝福，让爱永远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一起再来唱一次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再唱一次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
接下来我们要来吟唱的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。这首歌也是我很喜爱的一首诗歌其中的之一。它在里面有提到我们的爱跟我们所享受的恩典，都是由上帝他赐给我们的。的确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时我们会软弱，上帝他都知道，他知道我们的畏缩，他会赐给我们力量。现在就让我们用赞美的声音来吟唱这一首赞美之泉。我亲爱的爸爸上帝，我伫遮，我要学落你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人袂用的，你凡事拢会用的。你讲有就有，你讲有就有，你的力量充满着全世界，充满伫台湾这片的土地。你进入阮每一人的心，你知阮的软弱，你知阮人是憨慢的，所以你予阮做重新站起来的力量。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要学落你。你的信息是到永远，永远到万代，万代永远无变。咱搁来吟一摆。我要
静听，咱什么时阵有静静听主的声，还是咱敢若听到咱家己的声音？上帝讲，我要对恁讲的话，恁拢无去听。我所以爱叫恁做，恁事恁无去做，因为咱无静静听，咱敢若有听到咱家己的声音，无去听主伊的声音。这时阵，咱搁来唱静静听。准备心来选接下礼拜。
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以及你对阮所存的念头真多。袂话对你排列，我若要提起来讲，迄个少爷算袂了。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，小济甲俗济济你无爱得。迄时我讲，你看我来啦。我的事已经记伫册里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谈，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。心敬虔。咱即是来吟圣诗152首来学了上帝。圣诗152首，我来调见你，救赎我的主。你是我所靠，我心的救主。为着可怜我，你捌受苦痛，愿一切看路，求你来投放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我来调见你，救赎我的主，你是我所靠，我心的救主。
请咱犹原徛咧，用四道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。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那再请坐。这时三甲来启用经文第3篇。经文第3篇，诗篇第8篇。耶和华阮的主啊，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呢，对婴仔甲正年的喙建立能力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。世间人是甚物？你少年伊。你予伊比天使利亚较输。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，就是一切的羊甲牛。天中的鸟，耶和华阮的主啊，阿免。但是这是过来吟圣诗139首，圣诗139首，伫圣经有记载永远活的路。就是基督徒深信地基坚固，主耶稣以外无别人会救咱，互咱信靠伊，闪避地狱灾难。请咱坐咧吟全首。主耶稣以外无
额头三角的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阿罗你，因为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宇宙中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。阮来到你的面前，带着渴慕的心，来拍拜伫你的面前，求主赏赐阮有安静的心、智慧的心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予你的话来进入阮的内心，成做阮生活的准绳，予阮得到造就，得到帮助。全能上帝，你借着你所有的圣徒所宣布奇妙恩典甲功劳，对阮内心深深阿乐感谢你。因为伫顶礼拜你有亲自竞选你尽忠的工人，恳求圣神运行伫用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中，进入每一人的内心，启示阮的心灵，互被竞选的成做你恩典的器具，互因的言行举止成做世上的光，谦卑顺从、神圣改名的模范，伫末日做承受你的国。这是对创世以来你所批判的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诚心来祈求，伫阮的中间，心灵欠安的，恳求天父你亲自来安慰甲带领，施展你的大权能，减轻肉体心内的痛苦甲重担。因为你是阮永远的倚靠，互阮每一天伫你恩赐地面的上帝国内面过平安的日子。亲爱的主，阮也要感谢你，因带众兄弟做伙起祭坛，同心敬拜主，伫遮来见证上帝大权能，领受你的祝福，也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会中，进入每一人的心内，更新阮的心思意念。全能上帝，恳求你施展你的赐福，用阮今仔日所听上帝的话语，栽种伫阮的心中，互阮结好的果子，荣耀伫你的圣名。阮的感谢祈求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免。正生活对。
咱这时三个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载是旧约圣经箴言4章23节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咱搁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13节。无伫带阮入入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以上讲道远离试探，脱离凶恶。请总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至尊至圣、活命的上帝，愿聚集伫你的圣殿内，愿敬拜你，愿向你拍开阮的心门，求圣神监察阮的内心，求主耶稣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心思意念，甲阮做清气的心，重新审视阮正直的心。主，这是阮所求。伫即个世俗的世代，顽巧悖逆的事，阮常常受袂晓。至圣的上帝怜悯帮助阮，互阮伫拄着袂晓的话，阮的心坚定，因为你的话要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互阮亲像阮的主耶稣基督，面对试探的事。阮赢过，即个世间侪袂晓扭曲阮的思想甲信仰，才会话求至圣的上帝带阮做你真实的行前到一生的路尾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思考甲学习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就是咱的主的祈祷文教咱内底，无伫带我入入去，着救我脱离迄个歹。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，互咱拄着袂晓的事，咱无跋倒。求天父上帝带咱脱离迄个邪恶，做欠缺良善的迄种的心思意念。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。互咱做真正的基督徒，互咱享受上帝的话对咱生命的改变。所听兄这阮今仔日的礼拜诚做你的祈祷。咱的教会最近的查经班，咱所读的进度就是主的祈祷文。凡咱兄弟姊妹常常共读，也用主的祈祷文来改变咱的心思意念。箴言第4章23节，是犹太人存做最重要、信仰操练的一段圣经。伊人变好人，人变做歹人，拢是对心开始。兄这对毋对？咱人的生命的转变，咱的念头的转变，咱的个性的转变，咱的习惯的转变，拢是因为。那好的物件入到咱的内底，咱想着好，咱的心就较无好。
然后咱就慢慢，互迄个良善的好活伫咱的生命的内底。人变歹人，常常是一念之间，有无好的念头入来咱的心内，有迄个袂晓的念头入来咱的心内，有咱迄个无好的声音，带咱要脱离上帝的管教、上帝的道路，迄种歹的念头入来咱的心内时，咱的生命就开始摇移，咱对上帝就开始无遐尼100%的接纳、倚靠甲相信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所听的姊妹，咱若要做基督徒，愿咱拢做真实的基督徒。听所罗门所甲咱讲，伊讲人的生命是对心来开始。这句话伫3000年来，伫所有灵修的传统，特别遐会要做神父的人，遐会要做牧师的人，伫修道院中间，因常常操练因的心，常常听伊心内的声，心内有3种声，一种就是欲望的声，一种就是情绪的声，一种就是理性意念的声。我讲一摆，欲望的声、情绪的声、意念、思想的声音。古早人甲伊讲即句话，用希腊语甲伊讲一个叫做 logos moi。logos moi 这个字就是咧讲人的心思意念。迄个中间古早的灵修，咱的前辈，伊讲伫人的生命中间有3种三种，3种的欲望，3种的念头，3种的情绪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正对真理的学生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毋是要甲恁上课，牧师要邀请咱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耶稣教咱的祈祷。求你，互我无拄着刺，无你带我入伫刺，就救我脱离迄个歹。主者，恁若有斟酌听书会，伊所读的白话字的圣经，恁就会感觉奇怪，为什么庄老师后壁迄句无读？因为圣经马太也好，路加也好，耶稣教因的祈祷，伫最原始的圣经的记载，并无后壁这句话，因为各权力、荣光拢是你所有。无论路加，无论马太，耶稣起头教咱的祈祷讲：无得带我拄着刺，无得带我入伫试探的内底，就叫我脱离迄个歹。试探就是讲起伫人内底有一种拉扯，一种争战的力量。这边有一个人甲我扭，去做放荡的人；这边有一个人甲我扭，伊要扭我去做圣洁的基督徒。这叫做拉扯的力量。试探其实就是伫咱内心一种迷惑、一种诽谤、一种骄傲的声音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上帝无带咱入伫刺，虽然白话字的圣经翻译做无得带阮入伫刺，其实真正伫古早因咧读圣经，伊咧翻译，伊咧讲起不要让我屈服于试探。我阁讲一摆，初代教会咱的信仰的前辈，伊将这个希腊语耶稣所讲的话，伊甲伊翻译做不要让我屈服。上帝啊，伫这个拉扯的力量的中间，求你互我有坚持，互我有正直的心，互我有清洁的心。这是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也是做一个牧师，愿意常常为着咱的囡仔，也为着兄弟姊妹，咱做代祷。愿上帝互咱一生不屈服于这个世间世俗的观念甲价值，好唔好？愿咱伫上帝的面前讲，读你的话，做我的标准，拯救我。拯救这个字叫做 liberal， 英语叫做逃放，叫做自由。意思是上帝，你伸你的手
把我救起来，我就脱离迄个邪恶。凶恶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缺乏良善。搁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病态的心理，有水无？咱的心内有歹念头，意思就亲像魔鬼将迄个良善上帝的话对咱的心中甲咱摕掉，亲像迄个赤鸟啊，这个蚕五谷若成熟的时阵，赤鸟啊先爱吐迄个啥物稻谷，将迄个成熟的稻啊赤种甲伊夹掉。魔鬼对真侪基督徒的搅扰，就将伊心内迄个良善甲伊摕掉。人心内就有某一种的缺乏，上恶个另外一个解说叫做病态、破病。兄弟姊妹，保守咱的心，就无即个世间对咱的搅扰，拉扯咱离开上帝，要威胁咱、诽谤咱所相信的上帝。伊讲上帝嘛无安尼讲啊，因为安怎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领受这个功课，因为这个功课是耶稣教咱的功课。马太福音第4章，以及路加福音第4章，拢讲伫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，伊禁食40日，伫旷野禁食的时，伊产生幻觉吗？圣经讲，就迄个魔鬼来对伊讲话。圣经记载，耶稣拄着3摆的试探，3摆耶稣拢用上帝的话，将迄个诽谤的声音，将迄个拉扯的声音，将迄个搅扰的声音，伊甲伊讲 ：“No， 唔对，上帝唔是安尼讲。”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耶稣甲咱的祈祷最重要就是甲咱讲：我已经赢过这个试探，我嘛知影试探对于我的囝儿、对我的学生有真大的杀伤力。所以，恁来好好保守恁的心，恁来好好斟酌恁听过的话，然后用上帝的话赢过这种威胁甲诽谤的声音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伫冤巧悖逆的世代，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最近的新闻有真侪社会新闻，包括长隆大学迄个学生的代志。可能过1、2个月前，有一个医生，伊虽然是一个真有能力的名医生，伫一个真好的病院。但是有一种的癖好，就是伊忍袂住、挡袂住，伊会偷偷用手机去拍人群体的风光。其实这毋是1、2个人单独的事件，这是毋是？咱活伫这个时代真侪时阵，就迄种的无好的政治入咱的心内，伊就产生某一种的迷惑，产生一种的搅扰，产生一种的拉扯。所以对咱的心内就有真侪矛盾，这叫做诱惑。圣经咧讲耶稣受着试探的时，伊讲着魔鬼，伊嘛讲着撒旦。但是路加福音无讲着撒旦，敢若马太福音伫最后，耶稣甲伊讲：撒旦，退去！耶稣骂迄个堕落的天使，就亲像咧骂伊内心的迄个搅扰。伊讲撒旦退去，但是无论是路加也是马太福音，伊咧讲魔鬼来试探耶稣。迄个魔鬼原文的意思是一个迷惑者、威胁的声音，迄个意思。所以魔鬼基本上，伊是一个人内心某一种要搅扰咱的迄种的念头、思想。甲需要、欲望，所以咱想要食物件，这叫做贪吃。咱的情欲若受搅扰，咱就有贪婪。所以咱就变得太贪心，
所以圣经讲，贪心是万恶的罪的开始。咱有情绪，咱拄到代志的时会受气，会烦恼，会快乐。三种的欲望，三种的情绪，三种的意念。意念中间上严重的，就是骄傲。人想要自傲、虚荣，人想要赢过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常常有灵修。什么叫做灵修？灵修就是安静，安静听你的情绪，安静听你的心内咧想什么，安静看伫你的手的目肚，代表你的念头甲欲望。我的欲望若垃圾，我的欲望若邪恶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我要有好的念头，我要有好的欲望，主求你怜悯帮助我。这就是今仔日咱的祈祷讲，无你带我入日去，就叫我脱离迄个歹。当耶稣教伊的教会安尼祈祷的时，起头并无圣经。而这学生也未甲耶稣所讲的教示的话写作圣经，对无？所以耶稣拢亲像牧师讲道，有讲道，但是无讲道的主旨教。直到有一日，这个讲道通过彼得、保罗因将耶稣的话传讲予人的时。教会兄弟姊妹就开始甲伊记起来，所以早期记的时只有记着耶稣所讲，无你带我入日去，就叫我脱离迄个虚空、邪恶、病态。后来教会伫晚期的手抄本圣经，伊就甲伊放入去最后的这个信仰告白讲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耀，拢是你所有。你今仔日到我一生的路尾，到代代无尽。这愿即句话真做咱行行顺顺、世世代代祈祷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互我不屈服于诱惑。求你透放我，互我脱离迄个虚空。求你充满我。因为你的圣神若来，迄个所在，才会通真正有自由、权柄甲开展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灵修就是好好照顾咱内心这个心。咱透早要出门，你无一定有化妆，但是我相信恁拢有一个动作，一定会热头毛，对无？迄个留光头的人讲，牧师，我毋免热头毛，因为我是剃光头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要出门，咱就要热头毛。但是咱要出门，咱敢捌安抚，好好照顾你的内心。主今仔日我要用清洁的心，甲正直的心来面对我今仔日的生活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互耶稣的故事成做咱的故事。耶稣的故事伊讲，我已经赢过撒旦，我已经赢过魔鬼，我已经赢过迄个搅扰，我已经赢过迄个诽谤。恁是我的学生，恁免惊，因为逐摆恁若安尼祈祷，我就甲恁三甲伫地。现在咱敢知即个主的祈祷文就是即个意思。主的祈祷文的意思就是讲，逐摆咱咧祈祷的时，即个教咱的祈祷的耶稣就伫咱的身边，保守咱。现在你愿意互耶稣陪你到一生的路尾吗？你愿意互耶稣的原则成做你做基督徒的原则吗？你愿意亲像耶稣赢过真多引诱甲试探吗？伫这个弯曲背逆的世代，有真多人伫真多的癖好，癖好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习惯啦。
牛牵到北京嘛是牛，人真困难改变伊的本性。但兄仔人无都改变人，但是真理会通改变人，圣神会通帮助咱改变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领受这个遮尔宝贝，一个真尊贵、圣洁、清气、良善的活命。一日一日一日，咱行天路，咱慢慢改变，直到有一日，上帝的荣耀就踮伫咱的中间。独独只有马太福音有记着撒旦。路加、马太、马可拢讲魔鬼。魔鬼这个字原文的意思，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迷惑，迷惑人、诽谤人。伊的意思就是徛伫人的面前讲上帝歹话，迄种的心思意念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的心常常尊主最大，有清气的心。用耶稣教咱的方法，就是上帝的话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伫这个世代，要完全无互人欺骗，有时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。愿天父上帝，伊的圣神常常亲像光，互咱听有迄个欺骗的话，互咱听有迄个扭曲的话、诽谤的话、迷惑的话。主帮助咱真侪伫伊面前有得胜。所以耶稣教咱这个祈祷中间两个真要紧的功课。第一，就是咱来意识到伫咱人生中间，咱常常会对着诽谤者。第二，咱来坚持。我阁讲一摆，耶稣教咱这个功课。第一，咱来意识到这个时代，常常会对基督徒讲骄傲的话。无影啦，圣经讲的话足好笑的呢。你有够戆。这叫做迷惑。耶稣甲咱讲，就是恁来常常意识到，这个世间人常常会甲咱讲，毋是安尼啦。所以耶稣才讲有两条路。伫伊的山上宝训的最后，马太福音第7章，伊讲这个世间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通到真理天堂的所在，迄条路真少人行，真细条。但是有一条路通到地狱，迄条路是爽快、享受的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迄条路人满满是好行搁大条。耶稣讲：你唔通听假先知，因为这个时代有假先知要出现，就亲像撒旦甲魔鬼，伊要讲抵挡上帝的话。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者，反对上帝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一，咱知影咱的人生必然爱小心；第二，咱爱有坚持。坚持是一种的意志。我若要做基督徒，我就坚持，我的心不爱互人世俗化，我不妥协，我不屈服。求天父上帝的圣神对恁讲话，这就是今仔日的圣经。试探是一种拉扯的力量，试探是一种的诱，那拔河，伊对咱对上帝的神秘，甲咱诱去食荣华富贵、享乐主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毋是受呼召来做乞食，毋是。咱是受呼召来享受一种尊贵有价值、丰盛满足的生命。愿咱伸手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救我脱离那个恶者、凶恶。凶恶原文的翻译有几种：第一，缺乏良善；第一，生病。有人该犯做所有的一切不幸
不幸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脱离咱的世间中间所有的不幸。因为主讲，恁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天国是恁的，因为恁是上帝的子子，恁是天国的子子。愿主怜悯帮助咱，用正确的态度带咱行幸福的路。愿天父上帝伫咱空虚欠缺这种的心灵的内底，搁较济，搁较济养起咱。保罗讲：“求你享受长阔高深的爱。”兄弟姊妹，主耶稣活命，若充满伫咱的内底，咱的生命就要改变。所以犹大，伊伫伊的批内底，伊甲伊的兄弟姊妹讲：“恁着爱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，恁爱伫圣神的内底祈祷。”恁爱倚靠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这就是基督徒三个灵修真要紧的功课。读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话赢过魔鬼。家己无法度祈祷的是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因为圣神做咱的保惠师，伊要用讲袂出的怜悯甲吐气，为着咱众人来祈祷。咱无能力。但是主耶稣要怜悯咱，所以传统的祈祷，特别是伫人连祈祷都无法度祈祷的时，牧师捌甲恁讲有一个叹息的祷告，叫做主耶稣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恁还会记得祈祷吗？咱拢真浪漫，咱拢真爱听太祖的歌，起泪的爽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但这句话基本上。是一个伫软弱到无法度祈祷的时，迄种的哀叫讲：主啊，你怜悯帮助我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开始这个祈祷。牧师要甲恁提起两个功课：第一，要有警觉心，爱警醒，因为魔鬼，耶稣讲魔鬼亲像好塞，魔鬼像贼仔，魔鬼伫咧暗暗中间。你无意识到，你无小心的时候，迄个魔鬼就偷偷的来，伊就要坐伫你的边啊，你嘛唔知伊来啊，伊就开始伫你的心内产生一种拉扯，要叫你去啉酒，要叫你去迄个一寡无好的场所，伊开始甲你灌输一寡想法，伊甲你讲上帝给伊的话。毋是这个意思啦，伊就开始甲你解释上帝话的意思。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亲像耶稣，因为圣经讲，你若是上帝的囝，你会当将这个石头，因为巴勒斯坦、以色列、耶路撒冷，迄个所在是一个真干旱的所在，石头满满是。所以魔鬼知影耶稣有权柄，伊就甲讲啥？我知影你是足敖的，你够足能力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囝，你无所不能。你会当将石头变为面包啊！面包对食面粉、食麦仔的民族来讲，面包是何其神圣，恁敢知影？因为麦仔甲面包就孕育出来面粉的社会。也世世代代的文化，甲行行顺顺，所以面包伫人的信仰中间是极其宝贝甲神圣。所以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，恁会记吗？石头是什么？犹太人有一个礼拜堂叫做石头山，起伫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迄个区域中间有一个所在叫做石头山。对亚伯拉罕开始，石头是设立祭坛的开始。对亚伯拉罕跟对耶稣了后，祭坛拢是用石头来起造起来。所以魔鬼这个意思就是，伊将一个神圣的生命，该世俗化，互变做面包。当然，这是
神学家的解说。兄弟姊妹，魔鬼真够解写圣经的意思。伊讲跳落去啊！伊讲你若跪拜我，这个世间所有荣华富贵拢互你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捌听过魔鬼的声？甲你讲，求天父上帝保守咱的心。每一摆魔鬼讲话时，咱拢感觉足歹听。毋是因为咱有智慧，因为圣神保守咱。迄种邪恶的话，每一句话入咱的心的时，咱拢感觉足刺插。咱知影迄是无好的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咱，互咱面对肉体的需要，互咱面对心灵的需要，互咱面对信仰的需要，拢健康，拢正确。求主怜悯帮助咱，伫咱肉体的欲望，伫咱心灵的情绪，伫咱信仰的意念顶悬，咱拢警醒祈祷。因为主耶稣甲伊学生讲：恁敢袂通甲我同警醒一刻久嘛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莫阁拄久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拄久嘛是一种魔鬼的作为。你爱学习鼓励你家己，常常伫神圣的时间保持你的心。你毋通讲啊，我着神圣是有即种的糖尿病。糖尿病的人常常爱拄久，爱拄久的人落尾变糖尿病，歹势啦，毋对啦。没有这种因果关系，牧师检查甲恁小可回血小看一下，兄弟姊妹，坚持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永远有警醒的力量，主帮助咱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，救我脱离迄个试探，互我不屈服于诽谤、迷惑。将虚空、空虚对我心中充满，处理用你所有一切的价值良善，所有美善的力量，充满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主帮助我，互我伫你的面前，我要行一条你所欢喜的路。我不爱听这个世间假先知的声音，我的生命不要被混淆。求你赏赐我智慧的心，算小家己的年纪。主帮助咱意识到，意识到什么？意识到伫咱的心内常常有冲突，意识到真侪伫咱生活社会中间所带予咱有价值的冲突，有伦理生活的冲突，有情绪的冲突。主帮助我，互我坚持行你所欢喜的路。迷惑就是一种拉扯的力量，最重要，伊就是要互咱甲上帝的关系冷淡。迷惑最重要，就是要互咱甲上帝的关系冷淡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面前得到伊的帮助，因为这是耶稣的应允。耶稣既然教咱这个祈祷，耶稣伊嘛讲，既然奉我的名祈祷，有无？所以为什么咱祈祷到最后拢会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耶稣教咱的祈祷，伊的意思就是，逐摆恁为着软弱祈祷的时，毋免惊，我伫恁的身边，我要帮助恁。这就是伊的拯救。所以咱爱相信，因为上帝的权能、上帝的荣耀，到永远到永远，伊要赏赐予咱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对上帝来领受，咱伸出双手甲主讲：主，赏赐我，赏赐予我。所以第二日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牧师要鼓励咱，有真侪人意志软弱，但是咱爱来教咱的囡仔。
意志坚强，启恩。做兵操练，敢是常常拢咧磨练迄兵仔的意志，有无？有当时啊，行军3天无困，嘛袂使困。啊，班长佫摕一个起托互伊，你来目睭皮啊，将叮当，你甲起托吐咧遮，无影啦。其实是为什么？互你无食，互你无困，直直甲你操，目的是甚物？毋是敢若体能上的增强，意志力。基督徒上要紧，得胜的规律就是坚持。主啊，我要坚持，永远你就是我的上帝。主啊，我要坚持你的话，永远就是我遵行、遵守、遵探的原则。主求你帮助我。所以每一摆做礼拜的时，咱应该坚持，无听迄个迷惑的声音，咱拒绝迄个错误的价值观念。咱要恳求天父上帝，讲主啊，这是我生命的杯，我将伊洗清去，我要承受你填满伊。主用你的丰盛来充满伫我的生命中间。早期的圣经翻译耶稣所教这个祈祷书，伊安尼翻译，牧师甲恁写起来，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屈服于每一个试探。让我们远离一切的假象。安尼有较白话无？主求你帮助我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意思就是，分别细性的性格的基督徒，无往这个世俗弯巧背逆的世代屈服。主帮助咱，互咱远离所有的假象。荣华富贵拍马屁，常常人是活伫一个虚假的中间。也这愿上帝将迄个真清楚知影，互你知影你活伫这个世间，你所得到、你所追求，清楚的方向，适当、高雅就好。认识咱家己伫你心内在的欲望、节制力、生物、动物性的本能。咱是动物，咱是生物。咱枵，咱就想要食；人有欲望，就想要满足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上帝话说咱认捌咱家己，因为圣神的帮助，咱就有节制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咱的欲望，伫咱的情绪，伫咱的意念。因为上帝讲，我的念头悬过恁的念头，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。主帮助咱，兄弟姊妹，要啉清气的水，都要用清气的杯仔来啉。奉耶稣的名，主耶稣，你的宝血洗净我；主耶稣，你的宝血洗净我；主耶稣，你的宝血洗净我。对什么所在？对我的心思意念，到什么所在？到我的一切的欲望、假情形，包括我的情欲，主对我的心思意念，到我的欲望，对我的情绪，到我的理性，主你拥抱我，互我成做一个平安的人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听阮祈祷，阮今仔日读到你教阮的祈祷，无你带阮入入去，无你永远屈服伫这个世间撒旦的话。互阮脱离空虚、病态、癖好、错误的习惯，逃放阮，拯救阮。因为你的圣神的帮助，互阮得胜。阮安尼恳求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拢是你所赏赐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
咱即时来应答上帝听。咱来吟圣诗258首，圣诗258首。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，伫逐方面拢仰望伊，无论啥事主开力极大，困苦的日甲你扶持。既若靠主不便疼痛，徛着盘顶拢袂摇动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，伫逐方面拢仰望伊，无论啥事主开力极大，困苦的日甲你扶持。那可做不变天台，徛着盘顶拢袂摇动，常常吐开个地口无停，犹问看路有啥理由？但是经过黑暗的苦境，家己爱上有啥效力？咱的心计一面苦叹，对咱原来那当，知道静静关心听候伊，认真心情来做人望，相信天父善良的旨意，拢是对伊智慧听从，主见调咱来相敌，在咱添过无敌妖异，임시记得遵守主家事，忠诚真理家己本分，着信可以虽然袂堪定，要顾为定真实变准。伊若诚心可做的人，伊无欺杀无伊稳当。阿门。现在请坐来准备奉献。
这车济平安礼正总牧师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过来一礼拜，咱每一工拢有上帝创造稳定甲快乐。咱来吟这条诗歌，愿主的平安甲伊的慈爱，踮伫咱的家庭内底。咱一生中，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定，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所听你，因为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阿们。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祈祷，咱来请这礼拜生日的人，恁来头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咱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做伙祈祷。我为你祈祷，就是这阵让你伫遐祈祷。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天顶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这礼拜生日，所有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阮有看见这礼拜，阮有真侪姊妹兄弟因的生日，阮要伫你的面前求主你纪念因。主，虽然因中间有人今仔日无甲阮相合伫地，但是上帝你的圣神知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，互因伫主你的面前，伊嘛发出因生日的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来祝福因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恭敬将因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换手，你甲伊抹油，主用你的恩惠充满伫因的内底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恳求主你的圣神进入因的内心。互因伫主你的内底有智慧的心，互因会当享受你所享受因的年日，针对上帝你所欢喜的管家，因的性命嘛真多，上帝国的记号，阮要伫你面前安尼恭敬祈祷，我个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孙牛生日快乐，上帝照顾你吼。现在我甲咱讲代志煞袂记的，这个。中集拜托咱做礼拜了后，咱中集留落来开中集会顶礼拜因为咱时间足长，所以咱中集会也未结束。咱有圣诞节的时间需要讨论所以请中集咱等一个礼拜了留咧好，咱来请下面来请师会来报告。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来看。本周聚会拜三祈祷会伫礼拜堂，家庭礼拜暂停，青少市的聚会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。圣港服侍后礼拜书会请陈英宏长老领师圣经班，苏琴、陈惠安姊妹、苏宪、张丰仁、廖美娥执事。招待第一组爱餐准备咱暂停。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家己来看。具体交通第一，小会公告中集改选结果，长老4名。林秋杰、陈英宏、陈忠胜、曾子竹。第二，
执事7名：廖美娥、张世昌、吴书记、房官、张丰仁、林万乐、陈美秀。第二，圣诞剧演出的时间：12月19暗时7点半伫德堂教会；12月20下晡2点半伫喜乐保育园。排练时间是11月14、11月21、11月28、12月初5、12月12礼拜六下晡3点，是青少市。12月15、11月22、11月29礼拜后是青少市。11月29、12月初6、12月13是总排演。请大家注意时间来配合出席。第三，12月13有洗礼，愿意领洗礼的兄弟，牧师来报名，接受真道课程。第四，请咱为这礼拜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。如果有出入，过界人员来反映。大岛事项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。第二，为中华中华50周年事工祈祷。第三，为着咱兄弟姊妹欠安的兄弟来祈祷。第四，为教会青少年学校课业来祈祷。第五，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。第六，为浸的教会祈祷，富林教会、集集教会、德赫达亚教会。咱即是来吟上迎圣诗。请陈牧师报告。咱即时来吟上迎圣诗513首。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上帝阳光遍照你，也用慈悲款待你，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，赏赐你平安。请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煞，请郑牧师祝祷。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上帝阳光遍照你，也因慈悲款待你，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，赏赐你平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主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每一位三甲弟弟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
请这别道避讳，